台南市为着要实践国际健康城市的政策，伫校园积极咧落实健康促进的推动。除了积极咧推动各级学校的健康体适能以外，同时嘛注重饮食教育行动计划，透过市府的重视，互台南市109年的视力甲喙腔保健执行率甲效益拢比全国的平均搁较悬，并第一摆得到学校健康促进计划的全国特优。这个视力啊，还有就是所谓的蛀牙以外，龋齿啊，以外，还有一块就是健康的体适能啊，那体适能部分，我们在每年逐年来看，台南市的孩子，不管是在我们体位的适中率比如中等身材，或者是比较过胖比例的部分，都是就是适中率提升，那肥胖率下降这个趋势是存在的。那也因为我们这几年推了这个饮食教育，确实是有一些成长那我们也知道，疫情之后有一些孩子在运动上必须加强。另外，针对性别平等教育，市府甲学校特别组成工作团队，伫109年度的下半冬开始，针对1年到9年的学生来设计18个性别平等相关的主题课程，不定期来甲学生做宣导。是其实非常重视我们性平教育，那尤其是我们在从去年开始，全国首创这个性平教育的入班宣导工作。那我们知道老师其实平日教学也非常的繁忙，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透过我们的学生辅导諮商中心，还有我们的性别辅导团，还有我们现场的辅导教师一起合作，把国小6个年段12个学期，还有国中3个年段6个学期，总共是18个学期。每个学期入班宣导的主题都做了一些有系统的规划。市府甲学校积极咧针对性别平等相关的议题，帮助学生来辅导，主要是要让大家有正确的观念，并透过各界的努力，做伙为台南市打造健康友善的校园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